大家好，我叫 Kelvin，加入唐宣同埋嚟到唐宣啦。主要其實我太太已經翻唐宣都翻咗好幾年啦，去翻緊小組啦。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，咁無論我太太啦、小組入邊嘅組長啦，包括 Eric 同 Kathy 咧，都去邀請我去。咁但係我一路都冇參與啊，我會覺得好悶啊。同埋嗰段時間係我嘅私人時間，我要會去咗跑步。直至係大概年幾兩年前啦，咁我發現我身體咧有個慢性嘅病啦。咁醫生其實都話係冇得去醫治或者根治嘅，只不過可以減慢個 deterioration 啦。咁嗰時其實覺得會好無助或者好無力啦。咁不如我就諗會唔會去參加小組或者有個信仰，令到自己可以喺心靈上有個慰藉，有份平安啦。咁當我參加咗唔同嘅崇拜啦，或者參加咗我太太嗰個小組之後咧，咁我喺心靈上咧有個慰藉，同埋見到大家弟兄姊妹嗰個關顧、個愛啦。咁喺呢一方面令到我個心靈上面咧，其實已經冇咁擔心，同埋有個好大嘅平安咯。我決定要受浸，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希望更加堅定我自己嘅心啦，一路去跟隨主啦。另一原因就係我希望當我成為唐宣會友之後咧，係有機會去服侍個教會啦，令到更加多人得着呢份嘅福氣啦，呢份嘅恩典啦。咁最尾一樣嘢咧就係咁，我希望亦都同其他弟兄姊妹喺領聖餐嗰時咧，可以一齊參與一齊紀念主啦。Hello， 我係 Ruby， 我係上年2024年復活節受浸嘅，咁我好開心啦，因為今年我哋一家三口咧，終於有機會一齊喺主日返教會啦。Hello， 我係 Gary， 咁我係透過我個女幼稚園舉辦嘅家長班啦，接觸到呢個基督教嘅，咁亦都睇到我太太信主之後啦，個性格上嘅轉變啦。咁有一次工作上遇到困難，咁我就向神禱告，並感受到佢嘅回應啦，同埋平安。咁我就開始考慮緊我嘅信仰嘅問題啦。咁透過讀經同埋參加呢個教會嘅活動啦，咁就認識到上帝嘅愛。咁所以決定咧以耶穌作為我一生嘅救主啦。我希望小組咧能夠成為我哋兩夫婦之間嘅屬靈生活啦。我哋小組咧叫嗎哪組嘅原因咧就係上帝嘅話語就係我哋生命嘅糧。感恩啦，我哋弟兄姊妹咧大家都好無私分享啦，我哋一齊研經啊、唱詩啊、同埋做下手工咧，而呢啲嘢咧都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一啲好好嘅借鏡。感謝主，唐宣咧係一間辦學傳福音嘅教會，而今期嘅受洗者裏邊咧，佢哋都係因為佢哋嘅子女啦，係讀我哋嘅宣幼同埋宣小咧，而認識福音並且咧相信耶穌嘅。而我深信咧，佢哋嘅子女同樣神都會將福音嘅種子咧播喺佢哋心田裏邊。就以我自己為例啊，我爸爸媽媽咧將我安排咗喺一間基督教嘅幼稚園裏邊嚟讀書。當時咧好多嘢我已經唔記得啦，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冇忘記。就係咧每個星期一班小朋友去到教會嘅禮堂裏邊咧唱詩歌，而神就係因為咁樣將呢個福音嘅種子咧播喺我嘅心田上邊，直至到咧初中嘅時候，我有機會咧返我家姐嘅教會嘅少年團契，我呢個福音嘅種子咧就真正嘅發芽成長。當時咧我俾呢班嘅團友仔啦熱情嘅款待，並且咧佢哋真誠嘅表達咧係吸引住我。於是咧，我留低咗喺度，直至到咧去傳道人同我咧去約談，佢咧講到咧約福音3章16節，呢節經文咧係震撼咗我。經文裏邊係話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當時咧，我真正嘅體會到神對我嘅大愛，以為神就係我細個嘅時候所認識嘅耶穌基督。於是我喊晒嘅，喺傳道人嘅帶領之下，我認罪悔改，接受耶穌咧做我嘅救主同埋咧生命嘅主。回望咧呢過去嘅信仰嘅經歷裏邊咧，我只可以講一句，就係咧感恩再感恩。就好似咧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5章10節嗰度咁講，佢話我今日成了何等嘅人，是蒙神嘅恩才成的。祝願咧每一位嘅弟兄姊妹，特別係今期嘅受洗者咧，能夠一生經歷神嘅恩典啦，並且咧能夠持守住真理嘅道，並且係喺
敬拜、侍奉、團契、學習真理上邊咧，不斷嘅投入喺教會嘅生活裏邊，並且咧係要做好生活嘅見證，去傳揚福音，帶領更多未信主嘅朋友、家人咧信主嘅。